一个人无双重在，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烧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赢着快乐，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烧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无可能甲文英放互袂记的，好好去找一个对象，通我陪伴你后半世人。阿母啊，但我遮做戏啊，要去找啥对象？我的代志吼，你免烦恼啦。但你生我遮久啊，我是你的亲生囝啊，你也毋是无了解我的个性。啊，我都永远困一个，明仔载什么代志嘛拢好了了，对无？好啦，啊无你好好休困吼。爸爸，你在生的时阵，我无通友好你。安尼即嘛假往去，我阁无迄个能力替恁饲家传宗接代，你原谅我，是我不好。阿福啊，讲哦，困一醒都无代志啊啦，哪有可能？囝是我生的，我会袂了解伊的个性。阿福也是打算讲为着文英，要牺牲伊家己。我这个做老母的吼，看了实在足唔甘的。唉，建昌、文英。甲志玲，因一家口安来当团圆，搁较安怎讲嘛是一件好事。我安尼去做嘛是应该的啦。对啦，小弟你明明，伊只有遐尼侪年的翁婿，饲遐尼侪年的囝，拢离开伊的身躯边，
小丁一定感觉足艰苦的。我是毋是应该去甲看一下？小丁，阿姨，你带志玲转来对无？阿姨人呢？伫外口是无？志玲无转来啦。无转来？为什么伊袂转来？我逐工吼拢有求菩萨呢，啊菩萨甲我讲吼，伊一定会转来的，啊叫我爱放心哦。菩萨袂骗我，是你骗我的对无？小丁。你哪会变甲安尼生啦？心情啊变歹啊，所以建成都袂伫我。小丁，阿姨啊，你甲建成讲，甲志玲带转来啊！我以后袂搁甲伊冤家啦，甲志玲带转来啦！哎呦，拢听伊的，拢听伊的啦！小丁，你甲清醒一下啦！建昌哦，甲志玲即马住伫后啊遐啦。可能暂时无法度通倒转来，你怀疑一段时间，等这代志拢过去了后，我会考虑因倒转来看你啦吼。倒转来看我？为什么？这是引导呢？你为什么袂住在厝内要倒转来看我？因为我要去住阿母引导啦！啊，我是阿母呢，应该住在厝内才对啊！为什么要住引导啊？小丁，啊你即马毋是有阿元在甲你照顾，你爱建昌倒转来。代志毋是愈无愈大条。阿元，我想到，你一定认为讲，我甲阿元有暧昧关系，建昌在怨恨我，志玲在误会我。其实你拢毋知影，阿元是一个好人呢，伊是一个好人啊。假使你若认为讲阿元是一个好人，你就当放心甲伊斗阵，互伊好好甲你照顾啊。甲我照顾？伊毋是我的翁啊，我是安怎要互伊照顾？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你要逼我去偷个啊，对无？安尼建昌就袂转来，安尼志玲就袂转来，对无？安尼伊就当去全是问伊啊，对无？啊，你有是歹啦，你有是歹啦，你搞出去！你拍我出去！你肯定进去啊！我拍了，进去啊！进去我拍了，他搞出去！他搞出去！想啊！姨妈，你啥个要来吃？你啥个要来刺激伊啦？你莫搁讲啊！你先倒去啦！倒去啦！好啦！阿母，阿母，歹人已经走去啊！啊，无代志啊，歹人已经走啊。头前行行，阿爸咧？有恁阿母啊，阿姨。建昌，你知影？咱毋知有偌久，毋捌亲像安尼出来行行。我会记得以前伫咧大廈厝的时阵，咱若每摆出去，你拢会挽火送我。我若是做工课感觉忝，赶去房间，闻着火旁边，我着规个人拢感觉足轻松，
点仔就拢袂听。建昌，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。我希望看到你参与真同款。我知影，你心肝内一定有足侪话想要对阮讲。李官、志玲，还有我拢会甲你斗相共。你一定要加油！阿爸自从中风以来，我看伊今日上欢喜。我看会出来，因的感情足深的。因少年时阵无法度斗阵，即马食老才做伙，你想，因会感觉足遗憾的。这拢是命运伫咧创治因。就亲像咱嘛无法度逃过命运的安排。志玲，你莫安尼想啦。你看伊食到遮尔济岁啊，搁会当互相扶持、互相关怀，这嘛是种幸福感是。李官，我希望你会当找到一个对你好的人，会当陪伴你，照顾你一世人。你嘛同款。李官，你甲我志中安怎？志中伊人真好，伊嘛真介意你，真关心你。我相信，你若嫁予伊，你一定过得真幸福。你实在是一个真好的阿兄，也毋过，我希望你对待我，就亲像你对待志中同款。唔通勉强。有一刻就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。安尼连阿母都无伫咧，俺大成走去倒咧？大厝大海，淹死无人知。啊，这间厝遐间，啊，大家走我无看影，从我家己孤单一个。唉，阿峰啊，阿峰啊，阿峰啊，姑娘，嘿，你也遐行啦？我放鸟啊，对吧？嘿，放鸟啊。你要娶某啊？对啊，我无紧娶某，我会使互你一世人拿笑路眼骹，我当然先娶咯。无啦，毋是啦，姑娘。咱毋是讲好啊，讲咱拢莫娶某，拢做路眼骹，安尼大家较有伴。你若无代无志先娶啦。我可能，你甲迄个文英带所话，你早晚袂当娶。你若来娶，换我路眼骹，我互你笑一世人，我毋爱哦。我当然先娶咯。好啦，阿华。你会记明仔载就爱来我请了。我讲请，我是一定请的哦。我无像你讲我要请，新郎就我放无去。
我是一定请的啦，你会记？麻烦来我请，吼，啊，我可要来放贴啊，我无用，吼，会记哦，啊来我请哦，吼，啊来我请哦，吼，后啊。我带一个碗，小白喂喂。哎呀，咱这连顾着嘛娶某啊，啊人要顾我啊，啊后摆哪有用通同我啉烧酒？啊我搁较孤单。我甲文英熟识一日，拄好7年马时，我想讲是天顶的七仙女下凡，要甲我牵这条红线。伫咧我的心肝内，就一直认为文英特当是我这世人的性命。是我家己小迷失，想加软者，无自信，才会失去真侪机会，互建昌伤得着文英的心。文英甲建昌，因的小意爱，因是一对，这是不变的事实。事当时，我无顾阮老爸死去，离开陈家。我就应该有迄个决心，对文英迄段情，彻彻底底甲放互袂记。我是安怎？哪会遐执迷不悟，戆戆啊咧等，一天过一天，一年过一年。我若讲，迄边骹徛久就是你的。哪有影？文英对建昌的爱，嘛是遐尼坚持。命若我咧，我敢若适合徛伫咧远远的所在，保护伊，关心伊。爱一个人，敢毋就是爱互伊无烦无恼，互伊欢喜，互伊幸福。假使讲即摆结局是文英想要得到，我应该替伊欢喜，毋才对。我哪有啥物通好怨叹的啦？这拢嘛要怪国明啊！啊，大家都拼好了，讲这世人拢要做罗汉脚，安尼大家毋才有伴。拢嘛伊无代无志，才去娶某，害我啊！规个心情煞乱糟糟。你凭啥物？你凭啥物冤枉我？你凭啥物生气？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去着呀哩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。小伟，你凭啥物？你凭啥物冤枉我？你凭啥物生气？我的囡仔拢有你抢走啊！你还讲啥物无完场的？你走！阿母，我是你的查某囝，我是你的查某囝，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我有一个查某囝，我有一个查某囝，你是小弟，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会记，我跟那家人。一定要洗澡，你他妈要洗澡不？
洗查甫，我连一个囡仔都生袂出，我要哪洗查甫？阿姨，你为什么不会甲我的囝抢走？你为什么要互伊摸我囝小命啊？是我饲大汉的。以前我用性命给我转来的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效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慢慢。